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Henry，而家嚟到曉柏峰387尺兩房，非常實用，景觀開揚。我同大家即刻去睇睇 A7 387尺兩房，我同大家參觀一下。客飯廳分明，有一個細嘅露台。好實用，景觀開揚。開放式廚房，精美嘅浴室啦，房間方正，樓底好高。呢個另外一間房。採光度十足，小紅書